台北国际旅展伫今仔日开幕。今年疫情解封，上准旅游的商机拢总有1300个单位来咧招行李，这是6档以来上大规模，甚至有的单位拢排去到场外。 民俗集团网卡业者夜间照销出网推销，北京解封第2年的台北旅展，参展单位真多。主办单位头一届开放场外空间，让特别入来会场的业者也会当摆搭。今年的参展真的是大爆炸，他们想了办法，就是开了外挂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展区呢是在场外区。 比起去年再度开放边境，民众要搁咧看情形。今年旅游需求真济，计共有1300个单参展，来自104个国家和城市。不过疫情了后，各项旅游成本起悬，费用也比疫情之前搁较起。业者分析，日本团因为当地旅游车无够，和房价起悬；欧美团是因为油价起悬等等成本因素，拢会较贵。嘛因为安尼，业者推出展场价，希望城人起来买。 我们也担心说，整体的包装上呢，会让消费者觉得匍匐不前。那几个限定的日期上呢，我们做了一些比较优惠的价格的销售，以刺激我们的买气。有可能是购物点比较多，它有可能是有部分的餐食必须自理，那它也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自费行程，是鼓励你参加的。那如果自己都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情况之下，再下手去买。 观光学者提醒，买促销商品要注意限制条件，才会当算了入场。交通部观光署也借着旅展期间，邀请来自国际人客推销台湾观光商品。交通部表示，在11月初2，第500万名旅客已经入境台湾，明年会继续打拼达成1200万名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